歡迎大家收睇 Care Club 新聞報導。長時間高壓工作，忽視身體健康，可能會帶嚟嚴重後果。近日，一名事業有成嘅男士因為長年勞累，最終確診腎衰竭，令家人承受極大壓力。佢太太接受本台訪問時，分享咗依段心路歷程。榮先生係一名工作勤奮嘅企業人士，為咗家庭，佢長年投入事業，經常早出晚歸，應酬不斷。雖然太太多次提醒佢要注意健康，但佢都總係笑住回應，為咗你哋幾辛苦都值得。然而喺2023年6月，一個嚟自醫院嘅電話打破咗呢個家庭嘅平靜。榮先生因為身體不適入院，經診斷之後發現腎功能嚴重受損，需要長期接受治療。榮太太表示，當時嘅佢感到徹底崩潰，冇辦法接受呢個事實。我一直以為我哋有穩定收入、有幸福嘅家庭就係人生最大嘅成功。但當我見到佢喺病床上日漸消瘦嘅時候，我先至發現真正最重要嘅原來係健康啊！面對丈夫嘅病情，榮太太最初手足無措。後來喺朋友嘅介紹下，佢聯絡咗 Care Club， 尋求專業外傭同埋護理支援。短短幾日 ，Care Club 就安排咗專業護理人員上門，暫代照顧榮先生嘅日常起居，包括洗肚操作、飲食準備同埋藥物管理。同時 ，Care Club 根據榮太太嘅需求，快速篩選出有經驗嘅外傭候選人，並提供專業培訓。外傭接受專業培訓，學習操作洗肚儀器、日常護理技巧以及緊急情況嘅應對措施。外傭正式上崗之前 ，Care Club 護理人員會陪同佢到榮先生屋企進行實地指導，確保每個步驟都符合專業標準。有咗 Care Club 嘅幫助，榮太太唔再孤軍作戰。外傭專業嘅照顧令呢個家庭重新揾到平衡。Care Club 嘅支援令我哋終於唔使再彷徨啦。外傭姐姐嘅細心照顧，俾我感受到真正嘅安心。呢個個案提醒我哋，健康先係幸福嘅根本。Care Club 上門護理服務，為你同家人提供最全面嘅支援。如果你或者屋企人都正面對緊相似嘅困境，立即聯絡 Care Club，等我哋成為你嘅後盾。